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06天，也是乌克兰进入俄罗斯第111天。那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那是继续大打出手，双方在库尔斯克的战线没有太大变化。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乌克兰国防军击中了俄罗斯占领者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一个雷达站，该雷达站是在对位于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联邦第6军防空导弹团1490防空导弹师阵地进行集体打击时被击中。该团是以地对地方式作战，即打击地面固定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乌军在用美西方的先进的武器打击库尔斯克俄罗斯联邦这个防空系统，尤其是 S-400防空导弹系统这种导弹连就是在乌军的重点关照之下。而且这个乌克兰方面说这个是以地对地方式作战，也就是说不是派飞机发射这个风暴鹰或者是斯卡普导弹打击，而是地对地。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摧毁了俄罗斯在库尔斯克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一个阵地。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目前俄罗斯在库尔斯克部署了包括朝鲜兵在内的大约6万人，在库尔斯克3个月的战斗中消灭了7905个俄兵。就是乌克兰方面统计了俄罗斯在库尔斯克这个伤亡就是死是7905个，伤12220个，被乌军俘虏的是717个人。这个普京希望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但是目前来看普京基本上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即便付出极大的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乌军随时可以反扑昨天咱们的节目介绍了北京大学教授、原复旦大学这是俄罗斯研究小组的一个副组长冯玉军教授的一个论断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就是说冯玉军教授认为俄罗斯是即便特朗普上台，那最次的情况也是特朗普不给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在欧洲的帮助之下跟俄罗斯打持久战，俄罗斯也是一个输。那么今天又有一位中国的专家叫黄源，他在联合早报卷文他说中国需高度重视北约信号。黄源他在国内这个文章发不了，但是在联合早报可以发出来。这个文章这么说的说中国如以朝等国苟且是事关民族安危的重大方向性大战略谬误，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是对全球治理正确法理道义与方向性的误判。说到这儿，我倒是想起胡锡进老师一句话，胡锡进老师说一个国家在发展时期以经济利益为第一导向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一旦一个国家发展起来之后，如果还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而是罔顾这种正义公平，那么这个国家也难以真正的强大。就是胡锡进老师发过这样的微博，原话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他被很多人截屏了，他后来也删掉了，恐怕是迫于压力但是很多截屏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胡锡进老师认为，就是你在20世纪初21世纪初你是左右逢源，夹着尾巴做人，赚点钱无可厚非，因为你是在发展阶段，你实力也不够大。一旦你成为第2大经济体的时候，你必须为正义，对吧？你的行事规范，整个国家的导向就必须是符合正义。如果你国家都不符合这个正义，老百姓迟早会被这个就带歪就是道理如果一个国家强大了，你还是靠那种对吧罔顾这种正义，跟这些流氓跟这些土匪混在一起，你说我赚钱，但是你这么长期下去，国内老百姓他会产生错误的认为，错误的观念，他就没有正义，没有道德感。这个就是胡锡进老师在一个微博里说的。所以胡锡进老师他有这种认识，所以他才会得抑郁症的。这个黄源说北约在7月份于华盛顿峰会发表75周年宣言，指责大国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决定性赋能者，并威胁称大国为欧洲近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赋能，不能不受到利益与声誉的负面冲击。也就是说，人家欧盟、美国对你跟俄罗斯之间的眉来眼去非常的有意见，因为你能量大，你跟印度还不一样，印度毕竟实力比较弱，美西方最忌惮的就是大国跟俄罗斯之间眉来眼去，暗通款曲还原说这段措辞释放出全球将进一步走向严重分裂态
态势的十分危险的信号，表明北约已经达成如下有关共识及相应决策。第一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略意图并非局限于乌克兰，而是在于挑战整个西方政治、法治和军事安全秩序。第二个，北约绝不可能让俄扩张意图得逞，将通过消耗战从根本上打垮俄罗斯。第三，已从战略体系认定大国是俄国的铁杆，列入北约防御打击对象。普京已成功把大国导向于北约敌对，让大国不得不站在同一阵营。莫斯科还在不断助推大国于其美国及西方敌对买单，声称两国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击美国联合大国跟美国对抗，这都是俄罗斯单方面放出的消息。从大国来说从来没有这个意义，但是俄罗斯就抓着这个说话，所以大国跟俄罗斯眉来眼去，就很被动，让大国为其侵略乌克兰及西方对立分担压力和风险，正是普京的险恶用心所在。全球正在导向新的严重分裂，大国是否正在做对的事？这是这个文章的作者黄源说的俄罗斯已经处于甚至比二战时德国入侵期间更为严重的生死存亡历史阶段。二战时，俄处于捍卫人类正义立场，背后有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但现在俄面临全面制裁，普京已是过街老鼠，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俄乌战争2年多，普京及俄罗斯展现的是与虚张声势完全不符的一系列战略与战术失败。随着乌军持续占领库尔斯克并或继续深入俄境，普京及俄的虚伪外强中干的真实面目将日益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作者黄源说乌军突袭攻占俄境内库尔斯克有2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据媒体综合报道，行动由北约决策并直接指挥，基于准确情报与多方战略协同，有些欧盟成员国援助的乌克兰武器陆续运抵乌克兰。第二，俄为阻止乌军进攻，战使用除核武之外最好的轰炸武器，说明它有2点：一，北约打垮俄罗斯的战略方向很明确，战术很精准；第二，俄常规军事能力及武器水平与北约有明显等差，绝非拉上朝鲜及伊朗就能够明显改善。文章说北约之所以主导乌军突袭俄本土，因为已基本掌握俄常规军事战略战术能力现状及潜在能力，意在进一步试探俄整体军力。北约的预判已经得到验证，如果北约主导乌军技术深入俄罗斯境内，将至少出现2个结果：一，通过谈判迫使普京促使2014年之后侵占的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领土将成为可能；第二，普京和俄国走向不可逆的衰败及国际社会信用丧失。大国正处在重大历史关口，是走向与美欧合作共赴未来，还是继续与俄白等进行水平拉扯，事关大国高水平发展与安全能力建设，与民族崛起及两岸统一进程，也事关全球发展与安全能力体系建设。这是一笔大战，大国务必看得清算得准，大国已经处于这样的历史关口，不可误差。其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站到了这个十字路口，这是历史机遇，没有办法。还原说如果说还来得及，中国现最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是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反对俄朝联盟，脱离或者弱化对夷热络，加速融建与美欧之间高水平市场的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建设高水平发展的安全能力、现代化及推进民族崛起和两岸统一进程所需要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否则中华民族这个还原认为大国现在就应该旗帜鲜明的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跟乌克兰站在一起。我想还差那么一点火候，因为普京现在已经在试射中程导弹，就是帧数那种超音速导弹，一旦它过界，就是大国宣布跟俄罗斯决裂的最佳时机。
还原说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7月29日东京会议与9月21日美国特拉华州会议主要指向就是大国。美国已在菲律宾部署第一封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还计划在日本部署中导。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身处德黑兰被炸身亡事件，与其说是以小霸王及美国针对哈马斯，不如说是在向伊朗及大国传递一个重要信息，能够精准摧毁伊朗的任何目标，包括核设施，即警示大国手不要伸向中东。还原说啊，说反对北约东扩是普京的伪命题，美中关系已经进入一个长期性包围与反包围、阻击与反阻击之间的对抗关系。台海、南中国经贸关税跟科技封锁、外交等重要领域都已经成为美国及盟友阻击中国的指向。为了阻击中国，美国及盟友正在不断升级包括与亚细安、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印太伙伴间的联系、投资及制度性事务安排。全球对抗分裂加剧的核心在于全球秩序何去何从，未来正确方向是什么及如何建立，各国组织究竟能否起到协调与领导建立全球正确秩序的作用。人类社会正在展现一个由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秩序驱使专制性政治治理模式逐渐退出人类历史舞台不可逆的100年大进程之中。普京反对北约东扩、入侵乌克兰，皆以俄安全为理由，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实质在于俄与美欧发展理念及体制存在等差。正因为如此，北约拒绝普京加入北约的申请。北约并非孤立的军事组织，基础是美国、欧洲政经体系，两者互为表里。普京与金正恩都在极力搞军事对抗，而非以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竞争，因而双双走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中国因亲近俄国而被划入中俄夷朝四国阵营，加深与西方主流社会间的政经和军事对立，结果让自身的发展与安全能力的建设受到严重威胁，也偏离了20世纪共和国政经体系缔造者的国家发展和安全远谋及改革开放大计，与俄夷朝等国苟且是事关民族安危的重大方向性大战略谬误，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是对于全球治理正确法理道义与方向性的误判。这个还原说的特别有道理，我觉得啊，大国这个时候应该抓紧时机，抓住机会，立马跟俄罗斯分道扬镳，不能再暧昧，再这种说不清道不明，远远是弊大于利。中国现政体及治理能力还不具备领导全球走上未来坦途的格局，与现今美国的综合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应做的是继续韬光养晦，取美欧及全球政经及法治水平之精髓，持续深化自我革命，核心追求是政治治理能力赶上或者超越美欧，至少没有太大差距，这应成为大国基础性自我定位。大国如何正确自我定位，事关可持续发展与安全能力体系建设。现代化进程正确定位的原则应是富而文明、强而不霸，社会治理先进，共建人类福祉。大国维护及或代表全球南方利益，不等于就一定要与全球北方对抗，不等于就无需尊重全球北方的发展现实与利益。欧洲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全球化进程以来，历经工业革命、民主政治、社会法治、市场经济多轮次自我革命和发展，社会治理和发展水平领先于全球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应尊重全球北方发展现实与利益，同时有效维护自身及全球南方发展利益，尤其是任何时候都需立足于人类公正正义，这才是正确的选择。这个还原是中国发展与安全战略研究机构学者说一千道一万，专家认为大国应该与俄罗斯划清界限，越早划清越主动，受益越好。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占领是为了保家卫国，这个说法太
可怕。一个国家如果身边有这样的邻国，那真是最大的不幸。要么你就把他打垮，要么就等别人把他打垮，他只有垮了，对你才最有利。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啊，美国确定了俄罗斯境内200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打击目标。报道称，乌克兰可能在下一阶段瞄准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设施，包括几个军用机场。也就是说，美国啊对乌克兰的武器解禁之后啊，相当于他给乌克兰指定了目标，你只能打这200个目标，其他地方不能打。随着这个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越来越近，这个关于特朗普24小时让俄乌战争停火，这个猜想也是五花八门，越来越多。今天这个特朗普他对媒体说泽连斯基和普京必须立即与我会面，解决这场战争。大家看视频啊。We have never been closer to World War III than we are today under Joe Biden. A global conflict between nuclear-armed powers would mean death and destruction on a scale unmatched in human history. It would be nuclear Armageddon.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voiding that nightmare. We will avoid it, but we need new leadership. Every day this proxy battle in Ukraine continues, we risk global war. We must be absolutely clear that our objective is to immediately have a total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ll shooting has to stop. This is the central issue. We need peace without delay. In addition, there must also be a complete commitment to dismantling the entire globalist neocon establishment that is perpetually dragging us into endless wars, pretending 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broad, while they turn us into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a third world dictatorship right here at hom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defense bureaucracy,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all of the rest need to be completely overhauled and reconstituted to fire the deep staters and put America first. We have to put America first. Finally, we have to finish the process we began under my administration of fundamentally reevaluating NATO's purpose and NATO's mission. Our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keeps trying to pull the world into conflict with a nuclear-armed Russia based on the lie that Russia represents our greatest threat. But the greatest threat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today is not Russia. It's probab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ourselves and some of the horrible USA-hating people that represent us. It's the abolition of our national borders. It's the failure to police our own cities. It'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from within. It's the collapse of the nuclear family and fertility rates like nobody can believe is happening. It's the Marxists who would have us become a godless nation worshiping at the altar of race and gender and environment. And it's the globalist class that has made us totally dependent on China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that basically hate us. These globalists want to squander all of America's strength, blood, and treasure, chasing monsters and phantoms overseas while keeping us distracted from the havoc they're creating right here at home. These forces are doing more damage to America than Russia and China could ever have dreamed. Evicting the sick and corrupt establishment is the monumental task for the next president. And I am the only one who can do it. I'm the only one that can get the job done. I know exactly what has to be. 这个视频基本上就充分说明特朗普的一个思想。特朗普现在还没搞清状况，他以为他可以压泽连斯基，也可以压普京。现在泽连斯基和普京两个人在特朗普面前那是绝对的顺从，表现顺从，实际上他是根本顺从不了。就是泽连斯基不可能跟特朗普撕破脸，说你美国不要支持我，独自抗击俄罗斯，这个他没有办法做到。那普京呢？
他能做什么？他能满足乌克兰的需求吗？所以说啊，在这种状况下，你说特朗普24小时停火，按照冯玉军教授说法，那就是痴人说梦。现在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普京，不愿意直接得罪特朗普，毕竟他还没上台。等他上台再出措施之后，泽连斯基和普京啊才会有表现。最后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啊，俄罗斯到底是不是越打越有钱，越打越富裕？2025年，俄罗斯军费开支将达到1270亿欧元，约占俄罗斯 GDP 的6%，这还不包括被列为秘密的费用。军备和国防支出在2025年将高于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包括养老金支出的总和，这些金额不包括俄乌战争造成的社会成本。11月24日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不能排除英国是第一个容许乌克兰武装部队借助用抵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深入俄罗斯领土进行袭击的国家。佩斯科夫在节目中对主持人帕维尔·扎卢宾说明了这一段假设。佩斯科夫说啊，在我看来，即使是在总理一级的层面上，他们也表示他们认可可以以任何方式使用他们的武器，他们没有直接隐瞒。11月20日，有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英国的风暴之引弹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这个俄罗斯为了征兵啊，因为他的前线消耗太大，当然也不愿意全民动员，所以他只能想方设法的去忽悠别人签合同，加入俄罗斯的国防军，赴乌克兰参战。中新网援引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23日，俄罗斯政府网站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签署了一项法律，免除签约参加对乌作战的新入伍战士债务。据报道，当天普京签署了这项新法律，允许从12月1日起与俄国国防部签订了在乌克兰战斗至少1年合同的人，最多可免除1000万卢布，大概是70万人民币的欠款。报道称，这项法律适用于所有在12月1日前已被提起债务追讨诉讼的新兵。报道指出，这项法案11月早些时候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通过，主要针对年轻的俄罗斯人，因为30岁及以下的人最有可能有贷款。这个如果在大国就好了，那些很多失业之后还不起按揭贷款的人，那些房奴实在不行可以参加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雇佣军签合同，把你的债全部免掉。即便啊马革裹尸还也不要紧，你按揭贷款已经还完了，被政府免掉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啊？这个金融时报写道啊，俄罗斯欺骗性的招募了数百名也门人参加乌克兰的战争，并承诺向他们提供工资甚至公民身份。大家可以看一个中国博主在俄罗斯拍的俄罗斯的征兵广告，大家看视频啊。征兵待遇涨了整整3倍，俄罗斯的征兵广告拍的是越来越有趣了。右边放的是彼得大帝的青铜骑士雕像，左边放的是一个比较英勇帅气的俄罗斯军人，下边写的是俄语，英雄城市有自己的英雄。今年在同样的位置上，价格是69万5千卢布，但是现在已经涨到了210万，翻了整整3倍，相当于你只要报名一次性就可以拿到手里15万人民币，然后每个月还有21万卢布的工资，折合人民币1万5千元。我们也提醒要来俄罗斯，不论是旅游还是上学的学生，千万不要选择西南地区。虽然现在的征兵待遇已经提高到之前的3倍，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俄罗斯人会想尽办法逃避军役啊！还有很多粉丝问我能不能来俄罗斯当雇佣兵。在这里我劝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自己的亲人负责，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未来还有很多机会。这些也都是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学生兵，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广告上表彰的还是一个蒙古的军官。俄罗斯征兵待遇越来越高，报名就得15万人民币。但是啊，劝大家还是要冷静，不要头脑一热跑去当雇佣军，去前线跟乌军作战，最后变成耗子。新兵啊，免除将近70万人民币的债务，这个对俄罗斯远东地区、边远地区的那些穷人来说非常管用。这个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我们再看俄罗斯国内啊，这个俄罗斯邮政啊，为了弥补亏损，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现在也是断臂求生。俄罗斯邮政开始集体出售其财产弥补损失。这家国有公司在俄罗斯拍卖了60多处房地产，总价值58亿卢布，其中包括办公空间、仓库和车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邮政啊，现在已经扛不下去了，卖资产。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说这个受美国制裁俄银行影响，中国大型银行已停止使用俄罗斯银行银联卡。11月24日上午，中国大型银行 ATM 机已停止使用俄天然气工业银行发行的银联支付系统卡提取现金。也就是说啊，在美国的高压之下，俄罗斯和大国之间的贸易现在是越来越难。不管怎么说，咱们跟对外交往用的还是美元，所以没有办法啊，跟美元彻底脱钩。那怎么办呢？中俄未来做生意只能是易货贸易，或者直接使用人民币结束。那俄罗斯从哪儿来那么多人民币？所以这都是问题啊。随着俄罗斯征兵越来越难，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即便普京给予这些士兵啊丰厚的待遇，就这样征兵还是很难。说来说去啊，在这场角逐之中，普京啊是必败无疑。接下来只是看普京败得体面还是不体面的问题。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